多謝大家今日嘅嚟到原來咧呢個鐘咧係錯嘅。咁我真係一直喺度望佢嘅時候咧，因為都冇望自己鐘，要望翻自己鐘先至啱。咁你今日嗰個講題咧就生命之離奇自己，咁咧係我哋最近咧好似好科學呢個程度，就話我哋嗰個生命之源或者生命死亡面對嘅就係或者之類嘅嘢咁我哋今日好開心啦，friend 有參加嘅，都好開心啦，有博士咧喺我哋身邊何時康博士喺我身邊，咁我哋就香港浸信神學院嘅基督教思想神學同文化嘅教授多謝佢今日咧喺我哋呢度。咁今日咧因為頭先我嚟嘅時候有少少雨，咁唔知咧仲有冇啲人咧係嚟緊嘅。咁如果嚟緊咧就我哋都冇辦法啦，我哋開始先。咁我哋有一個低頭祈禱。神啊，感謝你，我哋能夠可以喺埋一齊嚟到去聽神嘅説話。有好多嘢我哋唔知道，有好多嘢我哋面對嘅死亡，或者面對我哋人生嘅時候，究竟有啲咩嘢咧？有咩事咧？或者有啲係我哋應該點樣面對咧？我哋究竟係開心嘅呢個點樣咧？最近有好多嘅事情，我哋有好多嘅難話，我哋唔知道點樣面對。神啊，求你帶領住，俾我哋能夠每樣嘢都記住，我哋掌管我哋生命嘅係神。同埋一陣間，我哋能夠係好開心嘅去專心去聽講完同我哋嘅分享，俾我哋能夠明白到神嘅説話，能夠好好遵循我哋嘅聖經，能夠知道將擺喺個心裏邊嘅時候，我哋能夠好好嘅明白到神同我哋講嘅説話。再一次感謝你，叫得佢奉主名求。我哋將時間交俾陳博士。你睇唔睇 PowerPoint？ 其實我唔係好中意 PowerPoint。點解我唔中意 PowerPoint？ 特別講道我係好唔中意 PowerPoint。你睇咗 PowerPoint 你聽唔懂講，係咪？你掛住睇 PowerPoint 裏面嘅文字、圖畫，你聽唔聽到？講完講咩 ？PowerPoint 咧係冇嗰個脈絡，佢冇故事嘅發展。我俾晒 PowerPoint 你翻去砌一個故事俾我，你係砌唔到故事。但係因為喺在場嘅時候，你掛住睇 PowerPoint， 你就唔會聽講完講嘅信息。於是，即使你手上面有晒所有 PowerPoint，啲講完嘅 PowerPoint好細，100幾十張，你翻去砌唔砌到個故事出嚟？砌唔砌到個信息出嚟？結果咧，聽唔到，其實乜都冇，因為已經冇聽到。攞住 PowerPoint， 你只係攞住好多點，好多 point， 但係點樣聯繫上嚟咧？你根本要講唔到，或者你根本聽唔到講乜嘢。所以咧雖然咧我係做嗰啲 PowerPoint， 但係其實我冇乜興趣咧搞呢啲嘢。我做 PowerPoint 咧，其實唔係真正嘅 PowerPoint。係將我講嘅嘢咧擺晒上嚟，你中意影相就影相。呢啲唔係真正嘅 PowerPoint， 真正 PowerPoint 唔係咁做。我唔知大家咧點解會嚟參加嗰啲晚上嘅聚會啦。我估係你哋可能對嘅題目咧係有興趣，傷痛生命之離奇自己。傷痛係乜嘢？副題就係我
話俾我哋聽，生命離開咗自己，生命自己，生命離開自己，變成散亂。咁當然喺唔同狀態裏面有唔同嘅離開。咁希望咧係今天晚上都俾到一啲大家我嘅一啲嘅睇法。而我嘅呢啲睇法係我自己呢幾年嘅一啲嘅經歷得出嚟嘅呢啲嘅睇法。咁呢啲嘅睇法當然亦都同我咧係嘅信仰有關係啦，或者係同我30幾年嘅行止可能40年嘅讀神學、教神學嘅領受係有關係。咁但係咧開始講之前咧，我就先要做好咧呢個期望管理。咁大家咧係唔會有錯誤嘅期望。第一就係我哋會分上半場同埋下半場。上半場咧大概50分鐘，不過我唔會講晒50分鐘，我會講30分鐘左右，然後咧有20分鐘咧問答嘅時間。你咩問題都可以問，不過我唔等於我識答。咁然後咧係有新奉獻啦同埋小休。咁然後去到8點40分嘅時候咧就有下半場，同樣係有50分鐘嘅。我都會將佢咧分開咧，30分鐘咧我大概我嘅分享，然後20分鐘咧就係咧係問與答嘅時間。咁未正式開始講之前咧，我想講一講我自己啊。雖然咧係剛才咧係主席都講咗我嘅名啦，同埋咧我喺邊度咧係侍奉，但係咧係我從來都唔覺得咧係你聽完我名咧會認識我。有冇聽過我名？有啲人，有啲冇嘛，係咪？我當然冇學生梗係知我啦，即係我教咗30年神學。我喺中神教書，我喺瑞中神學院教書，然後我喺浸信會神學院教書。唔好以為咧喺唔神學院教得書來咧係全香港嘅弟兄姊妹都識你，千祈唔好有啲錯誤嘅以為。呢幾年咧，我見過唔少呢種情況，有啲 so-called 所謂大陸啊，以為咧去到任何地方咧都有人識佢。有冇見過呢件事？咁你哋幾好啊！即係你遇上過咧，係教會裏面係有啲咁嘅人，佢上帝嘅僕人一定要咧係全世界嘅弟兄姊妹都識你。上帝俾你服侍嘅羊群有幾多啊？全世界最大嘅教會喺香港幾千人，都係幾千個弟兄姊妹識你，係咪喺全港嘅唔同宗派嘅弟兄姊妹都識你？唔會嘅，所以我都要講一講我自己。不過呢個講論咧都會咧同我今天晚上分享有關。1988年，好耐啦。88年嘅時候，我係27歲，我讀神學，我讀咧係呢個國學碩士喺中國神學院。然後咧係1991年嘅時候咧，我去到英國我嘅 PhD， 然後咧係94年，我都計數㗎，有啲好中意計數。33歲嘅時候，我完成我嘅博士學位，從英國翻嚟。順便又講一講，有啲人咧以為咧33歲攞博士學位好叻，喺外國啊30歲樓下攞博士學位大把人。只不過咧，香港就比較少。喺神學上面比較少，但都唔係冇。其實冇咩可以自誇。咁我想要講咧就係咧係由33歲開始我教神學，教到而家，我教咗30年。
對信仰有我自己嘅睇法。但係你對信仰有自己嘅睇法，係咪等於你可以面對生命裏面咧各種嘅係你諗唔到嘅經歷？聖經你都讀得多啦。我假設啊，你弟兄姊妹嘛，你哋信徒啊嘛，你要讀聖經咩本分嚟嘅？但係你咪好了解聖經，了解係一個問題。佢咪能夠入你嘅心，入你嘅肺，成為你生命嘅方向，以至可以應對咧係各種嘅生命嘅難處，唔一定。特別咧係當某啲嘅生命危機嚟到嘅時候，你突然間發覺你要束手無策。事實上咧我自己都遇上呢啲情況。2019年嘅時候咧，我唔係講社會嘅事情，我講我自己嘅事情。雖然咧係同步，我人生裏面咧有好幾次同步。第一次同步係咩咧？1988年我6月4號結婚，89年嘅6月4號，你知道發生咩事情？從此之後，究竟我要紀念我嘅結婚紀念日咧，定係人生好荒謬？我話俾你聽，同樣嘅2019年，我太太係癌病復發，離開呢個世界，然後整個嘅香港社會就翻天覆地，冇因果關係㗎，唔係因為我太太離世，所以整個社會就翻天覆地，冇因果關係，但係就係咁樣嘅，你都理解呢？如果發生喺你身上，我同我太太咧係一齊生活咗31年，唔計拍拖嗰啲日子，在座中間可能有啲更長。你越長咧，你就更加要預備好你自己。有一日唔係你早走，就係佢早走。有冇預備自己？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唔會預備，因為我哋總係睇眼前嘅美好會延續我哋。我哋唔想去終點，生命唔係美好，點解要終點？但一切你都控制唔到，佢嚟就嚟。咁所以咧係2019年之後咧，其實我係一個長期嘅傷痛或者創傷嚟。有冇聽過創傷呢樣嘢？創傷同一般嘅傷痛係唔一樣。創傷係你遇到啲事，你自己嘅生命咧係承受唔到，以致你會咧係你嘅大腦會受損，大腦裡面嘅咧係記憶嗰部分同埋語言嗰部分咧會受損。於是咧你有一種咧係部分記憶會失去，同埋語言嘅能力咧會失去，呢個叫創傷。我有啲學生問我，老師，你嘅創傷好翻嘅？咁樣問其實表示佢唔識得咩叫創傷。創傷係唔會好嘅，因為大腦嘅受損咧係唔會好嘅。佢語言區同埋咧係佢嘅記憶區嘅受損咧係唔會好嘅。就好似咧，我哋年紀大嘅，你有一係2高啦，一係3高啦。你有幾個高咧？我唔知。但係無論咧血壓又好，你嘅血糖又好，你嘅膽固醇又好，係咪可以復原嘅？復原即係表示翻到 normal 嘅狀態，係唔會㗎。我哋叫長期病患者。咩叫長期病患者？直到你離世，嗰啲病都會跟住你。你只能夠與病共舞，同樣傷痛都一樣，只能夠與傷痛共舞，一齊過日子。
呢啲叫傷痛。如果你想知道我嘅傷痛嘅故事咧，2024年我出咗本書《傷痛幾時》，半係童話，一半係寫我同我太太嘅事情，佢離開之前嗰2年，同埋離開之後我自己嘅經歷。另一部分咧講香港社會。香港整個社會都落喺傷痛度，係咪？我當時有一個好有趣嘅觀察，香港仲有一個死別式嘅生命，非常係好一段時間逼完晒，因為你走，你最愛嘅親人離開唔緊要，係唔會再翻嚟。呢個唔係死別喎，係死別式，好似死別一樣嘅分離。呢個係傷痛，甚至可以係創傷。整個香港社會都係呢啲狀況。無論個人又好，無論社會又好，群體又好，其實19年之後咧，好多人都落喺呢種嘅境況。咁呢個導致咧係有啲人咧揾我咧去分享呢啲。其實呢個分享咧唔係我想分享嘅課題，我要用好大氣力，因為正如頭先所講咧，創傷令到一人咧係失去語言嘅能力嘅呢個人。佢費好大功夫去預備，即係所謂喺公眾面前咧分享嗰啲嘢。呢個係人生嘅另一種嘅我冇預計到嘅一種經歷。咁但係呢種嘅經歷咧係上帝，如果係上帝俾我哋嘅時候，我哋會好好了解呢種經歷嘅一件事。咁所以我咧喺趁住咧係唔同嘅機會咧，我將我自己嘅一啲睇法咧寫咗落嚟，咁就有呢本書《傷痛幾時》。你再邊度書嚟買？不過你寫完之後，你發覺唔啱你睇咧，你放低佢冇乜所謂。我寫書咧，從來唔照顧我嘅讀者嘅，我只係寫我明白嘅嘢。我寫作從來都係只做一樣嘢，我搞清楚我要寫嘅嘢。我唔會好似咧某啲作者咧係語不驚人死不休，雖然有呢個效果，但係呢個唔係我想要。我想要嘅就係我要清楚知道，其實我面對呢樣嘢，我點樣理解我處理，甚至我點樣理解我自己。由2019年開始，我就一直喺度了解緊自己。其實我係將自己當做一個個案去分析自己。有冇將自己當一個個案去分析？你嘅感受、你嘅經歷，點解你會有呢種嘅反應？咁啊，所有嘅反思、感受，呢幾年嘅嗰種咧係前所未有嘅一條道路啦，就係呢本書。咁當然我唔係要咧打廣告，呢個係我嘅背景。即係我今日講呢個題目《傷痛生命之離奇自己》，點解要講呢樣嘢？我咪當一個理論嚟講咯。呢個係我自己走過嘅路，一個體會。咁雖然咁啦，即係經過我自己反省啦，我都唔保證咧，大家都會聽得明。我啲學生唔知，呢度坐咗幾個我嘅學生，我講嘅學生。因為最重要咧，我知道我
我要知道我自己寫嘅，我自己明唔明我寫嘅。好啦，我哋進入第一部分，我哋整個演講，我分享有兩部分。第一部分，我俾個題目咧，就係傷痛源於挫折。呢個係第一部分嘅題目，挫折。我哋好多挫折擺錯位。你可以自睇住嘅，因為我係就咁讀。你可以聽我讀，你可以睇住佢聽我讀啦。你中意影相隨便，冇乜所謂嘅呢啲嘢，即係有冇 copyright 嘅呢啲我唔係 OK 嘅。你擺上網我都唔會介意。就呢個題目，傷痛生命之離奇自己係一個生命嘅議題，同生命嘅話，冇生命就冇傷痛。不過生命係咩？當你問呢個問題咧，就讓我諗起奧古斯丁初期教會4世紀嗰個教父喺懺悔錄講到好出名嘅説話。佢話時間係點樣？如果有人問我，我知道；如果咧係要我向發問者去解釋嘅時候咧，我就一無所知。生命其實都一樣。如果有人問我，如果冇人問我生命係咩，我會感受到生命。你會有體會，你會知道。但係有人問我嘅時候，要我解釋，其實我會馬上發現自己唔知點講。越係近我哋嘅咧，其實我哋越係唔了解。你嘅生命係你自己生命。你要唔了解自己生命最近嘅，對於生命嘅傷痛其實一樣，嗰個傷痛係你自己嘅傷痛，但係你要唔了解你自己嘅傷痛？我唔知道你嘅情況，不過喺我嚟講，其實我唔覺得我好了解我自己嘅傷痛，所以我都可以咁講，生命嘅傷痛係啲乜嘢？如果冇人問我，我會知道，因為我感受到。但係要我去清楚去將佢擺出嚟同埋解釋佢係咩東西嘅時候咧，其實我好難。你可唔可以解釋到你自己傷痛係咩？你可唔可以形容到你自己傷痛？你只係話好痛好痛。你牙痛嘅時候你講嘢，可唔可以形容你自己牙痛？其實你冇乜形容詞，你只係不斷喺重複好痛好痛。你揦埋雙手。對於生命嘅傷痛，我只能夠咧係存在咁嘅經歷，即係身同感受。而喺存在嘅經歷嘅裏邊咧，係你感受到一種撕裂嘅痛，然後你發現一切世間嘅言語其實都用唔上。呢個世界咧只有兩樣嘢咧，語言係講唔通、講唔透。甚至咧連邊際都摸唔到，一樣咧就係絕對美好嘅上帝。點解？因為上帝完全唔落入人間語言嘅囚牢。你用人有限嘅語言想捉住上帝，冇可能。絕對美好嘅上帝總係超出一切受造物我哋人自己創造出嚟嘅語言。上帝總係善於隱藏佢自己。即使喺啟示裏面，其實佢同時都遮蔽自己。佢話唔係喎，上帝喺基督裏面揭示佢自己。點解昔日嘅猶太人睇見只係拿撒勒人耶穌，睇唔見基督？睇見基督就會將佢釘喺十字架。上帝嘅啟示同時係佢嘅遮蔽，因為佢以人嘅樣式出現。所以要面對上帝，我哋只能夠讚嘆，
驚訝去做，嗰啲冇嘢好講。你想捉實佢，唔好意思，捉唔到。如果俾你捉到，我都唔上嘅。另外就係對於絕對美好嘅缺失，我哋都冇辦法去完全。對於有限美好嘅缺失，我哋同樣係冇辦法完全。絕對美好嘅缺失其實就係邪惡本身。呢個會唔會先呢個睇法？喺度咧係喺佢當時嘅處境裏用咗當時呢啲文化嘅新馬可哲學嗰個叫太一嘅學說。太一係絕對美好，美好到嘅地步咧係佢會咧湧日出嚟，係流逝出嚟，流日出嚟。而邪惡只不過係絕對美好嘅缺少咗，佢本身並唔係任何存在嘅東西。因為現實上面，你俾一個邪惡我，有冇俾一個邪惡啊？邪惡都係美好嘅缺少，就好似一杯裝滿咗水嘅杯，當佢嘅水越飲越少，越飲越少，佢就缺少咗水。邪惡就係呢種嘅缺少。如果啲水係美好嘅，就越嚟嗰種美好就越嚟越少，佢嘅邪惡就越嚟越多。所以喺呢種情況底下，對於美好嘅缺失，我哋可以講唔到喎，因為冇咗，你點講冇咗嘅嘢？你講唔到。如果生命嘅傷痛係有限美好嘅缺失，我哋啲受造物都係有限。我哋受造物係有限嘅美好，但係我哋有限美好都會逐漸消失。特別我哋年紀去到某個階段裏面，你個生命向下滑嘅。年輕嘅時候，同咧係經過咧係壯年，然後咧去到咧係開始轉入去，你嘅美好越嚟越少，健康指數係向下滑嘅。呢個就係我頭先所講有限美好嘅缺失。同樣嘅一切對傷痛嘅言説都不過係人因為無知嘅緣故，想捉住呢個傷痛，根本我哋係捉唔住，因為傷痛係一種缺失、缺少。但係我哋以為咧，我哋嘅言語可以講到佢，可以解釋得到佢，可以形容得佢咧，我哋就可以處理呢個傷痛。其實自己呃自己，以為咁就可以咧，唔會再受呢啲傷痛咧係侵害。然後你就覺得安心。呢種情況就好似喺我哋遇上苦難嘅時候，我哋總係要問點解會臨到我身上 ？Why me？ 好多人都問呢個問題，咁我從來唔問呢個問題。以為咧係揾到答案，揾到答到 why me 嘅時候咧，我就咧係心安理得。我哋可以咧過到啲日子，面對苦難嘅時候咧就冇咁難受，真嘅，你以為真嘅？你年輕過係咪？年輕嘅時候，你嘅身體機能復原係好快嘅，係咪？但係你打波拗柴，跟住咧同人講唔緊要，2日後冇事㗎啦。咁你會唔會覺得唔同啊？我哋啲美麗嘅女士，漂亮嘅女士中意着高踭鞋，高踭鞋要付一個代價就係拗柴啊嘛，你拗個柴咩？年輕嘅時候你復原得好快㗎，不過你話唔緊要就係因為復原得快，我可以不斷拗柴。你試下不斷拗柴嘅，
咁樣好痛嘅。屋企年紀越大咧，你嘅復原能力越低啊！呢個就係美好嘅越嚟越少啊，缺失緊。你諗下係咪？咁你嘅皮膚磨損一下，要幾多日先好翻？每一個禮拜、每兩個禮拜你都好翻。年輕嘅時候幾日好翻？呢啲就係美好嘅缺失。翻轉頭，苦難都一樣，苦難就係美好嘅缺失。你點可以將美好嘅缺失合理化，俾個理由解釋佢點解臨到我嘅身上？根本苦難冇理由，苦難冇理由㗎，有咩理由？佢唔會揀邊個嘅，非常隨意。傷痛其實咧，好多時因為人離開咗生命嘅根源，所以我哋只能夠歸咎我哋自己。我哋背叛創造主，因為背叛創造主，創造主係美好嚟㗎嘛，絕對嘅美好。你一背叛創造主，就離開絕對嘅美好，你嘅生命就有缺失。背叛創造主就係離棄生命嘅根源。受造嘅生命本來係美好嘅。受造生命嘅根源更加係絕對嘅美好。於是，如果我哋離棄生命嘅根源嘅時候，就離棄絕對嘅美好。你仲有咩美好？絕對嘅美好你都離棄，咁你有限嘅美好可以維持幾耐？你就成為孤絕啦。就好似魚離開水，點樣生活？你生存唔到。樹冇咗根。點樣可以繼續茁壯成長？所以一旦我哋啲有限嘅受造物離開呢個絕對嘅美好上帝嘅時候，我哋就會四分五裂，我嘅生命就四分五裂，我嘅生命就混亂失序，甚至咧我嘅生命落喺一個危害自己、危害他人，甚至其他嘅事物嘅一種行為。所以苦難嘅出現，只不過係因為美好嘅缺失，而美好嘅缺失係因為咩？人背叛創造主。如果係咁嘅時候，有咩好講？你追上帝問點解係冇？但係你追到最後嘅時候，因為人背叛創造主。而傷痛亦都係咧，係生命離開佢自己根源而造成。但係人點會離開佢自己生命嘅根源？離開絕對嘅美好，以致出現困苦、傷痛。簡單嚟講，就係對於美好人總係想擁有喺手嘅，期望美好咧可以長伴我身，永遠唔離開我。其實呢個好自然嘅，亦都好合理。不過咧，對於受造嘅美好、有限嘅美好，我哋主觀嘅意欲啊，想留住佢，係咪真係可以留住佢？係咪可以改變客觀嘅現實？嗱，呢個係《傳道書》對我哋提醒。喺日光之下，其實都不過係虛空嘅虛空，盡是虛空。你要將受造嘅美好緊握喺手，你只不過係捕風。所有受造之物都會過去，我哋在座每一位都有一日會離開呢個世界。生命有限，生命有開始就有完結。你所愛嘅另一位都一樣，不過，你會先佢離開，定佢會先你離開？嗰啲喺暴風嘅裏邊，其實就只不過係期望落空，而期望落空就會招致傷痛。
因為你要美好長伴你生命。但係我哋唔知道受造嘅美好其實只係有限，因為受造嘅美好可以讓自己嘅心完全安頓咗落嚟。其實呢個係誤解，亦都曲解咗咧受造嘅美好。我哋唔係好能夠正面嘅正視嘅受造物本身嘅有限性，而錯誤以為有限美好就係絕對嘅美好，就係上帝嘅美好。但係事實上，只有創造主上帝先係絕對嘅美好。點可以執着眼前受造物種種嘅美好？唔係否定眼前受造物嘅種種美好，而係執着。你死都唔放，以之為絕對，依附喺佢上面。其實呢個就係拜偶像，犯咗十戒嘅第一戒。點解人會咁樣？因為佢哋唔明白生命體。人嘅生命有三重關係，而呢三重關係只能夠咧喺基督教嘅裏面咧，上帝嘅啟示所揭示出嚟。由基督教上帝所揭示出嚟嘅生命係啲乜嘢？我哋先會明白生命嘅相同嘅面。人嘅受造生命係出於造物主，冇咗造物主嘅創造，就冇人嘅受造生命。呢個表示人嘅生命並唔在於佢自己，而係在於受呢個造物主。亦都表示人嘅生命唔係永遠嘅，正因為被造，所以係有限。因為造物主佢係自有永有，一切受造物，正如剛才所講，有開始就有終結。我哋對生命嘅了解，咁啊最俾我哋忽略或者想克服嘅就係人講受造嘅特性。其實基督徒都唔係外人，我哋往往咧係對上帝嘅創造咧唔係了解得好深，或者對自己作為受造物咧唔係好把握得到。正如頭先所講，人係受造，就表示人有界限。只有造物主先係自有永有，並且成為我哋嘅界限。但係受造物卻係想越過造物主呢條界限。犯罪其實就表示越過界限。人犯罪就係表示佢要越過自己受造嘅界限，成為造物主。佢唔願意承認咧，造物主係佢嘅界限。佢要自己做造物主，其實呢個不安本分嘅舉動。我成日舉個例子，你屋企有冇養寵物嘅？有冇養貓或者養狗？假設有一日你隻貓同你講：我以後唔做貓，我要做狗。你會點同佢講？你癲㗎！你明明係一隻貓啊，做咩要做狗啊？情況一樣嘅啫，受造物人作為一種受造物，有一日就話同上帝講，創造主講：我唔要做受造物，我要做創造主。一樣，越界其實就係離開自己受造嘅界限，結果咧傷害咗三重關係，甚至四重嘅關係。第一，同造物主嘅關係；第二，同其他咧係同伴侶他人嘅關係；第三，同其他受造物嘅關係；第四，同自己嘅關係。點解會咁樣咧？因為上帝起初嘅創造係將人擺喺嗰三重關係，甚至四重關係。又話吹一口氣進入嗰個人嘅鼻孔，其實就係賦予佢同上帝相交嘅能力。然後上帝又按自己嘅形象做人做到，
於是個體嘅人就注定活喺群體嘅人度，冇人可以單獨存活。然後人係喺第6日從地上泥土被造，意思就係話佢要活喺頭5日上帝所創造嘅環境裏面，如果唔係佢根本存活唔到。於是人就活喺呢3重關係裏面，或者倒過嚟講，呢3重關係咧就構成咗人。如果人離開咗呢3重關係，其實佢做唔成，佢破裂。呢個就係生命離其自己嘅意思。佢馬上就4分五裂，出現好多問題，而唔能夠成為一個完整嘅人。起初人本來咧係完全冇破裂咁樣生活喺3重或者4重嘅關係，喺呢個關係裏面享受造物主所肯定嘅美好嘅受造世界。不過一旦人唔滿足自己受造嘅有限嘅偉大，佢要好似造物主咁嘅時候咧，要好似造物主咁樣知美好，亦都知咧美好嘅缺點。呢個缺點，即係要知呢個和本所講嘅知善知惡。如果善咧係美好嘅 good， 你要知埋惡，就係美好嘅缺乏。其實呢個只能夠係上帝先係知，但係事物嘅美好同埋事物美好嘅欠缺，其實奧秘。人係冇能力完全掌握，不過人喺度想好似上帝完全掌握。有養貓嘛，有養狗，你唔會好明白屋企嘅隻貓，好明白屋企嘅狗，你唔會。正如你好了解自己，人自己都有奧秘嚟嘅喎。整個受造世界雖然係受造之物，雖然係有限嘅受造之物，仍然係一個奧秘。你要可以掌握，知善知惡或者知美好同埋知美好嘅缺少，其實就想掌握，好似上帝咁樣掌握，控制呢個世界。咁呢個就好似後來呢個哲學家所講嘅，以為有知識就有力量，知道呢個世界係點，我就可以控制呢個世界。呢個其實係人嘅狂妄，以為可以對事物作出控制，滿足自己嘅目的。現代世界其實更加係咁。實際上咧，其實我哋唔止咧係咧要對世界咧有一種嘅知識嘅掌握，後面其實係一種權力，因為透過知識認識嗰個事物，我就控制嗰個事物。好似手機咁啊，點知手機嚟做？你唔知手機係做咩嘅時候，你唔識用手機喎。手機嚟㗎，通訊㗎嘛，係咪？你至少知道佢可以打電話，你先可以用到嘅，唔記得人用。如果你進一步知道咧，我哋嘅 smartphone 咧，其實喺微型電腦咧，哇就不得了啦。點解啊？微型電腦可以做好多嘢，上網睇片，係咪做娛樂？你只要做研究都可以用呢個 smartphone 去做，因為可以上網查全世界嘅資料，將大部分咧係圖書館嘅書咧可以 download 落嚟，用 AI， 佢哋認識呢個世界。你認識呢個世界，咁就掌握呢個世界。掌握呢個世界本身就係一個權力。呢種權力嘅欲求咧，其實咧係好危險嘅用。但係佢冇一個限制喺度，最終佢係要撤銷我
呢個受造物同創造主之間嘅界限。甚至咧，我要撤銷到咧，我同其他受造物之間嘅界限，我同其他人之間嘅界限，而以我為中心。喺呢個時候，我係上帝，所有其他嘢都係我控制。我哋會要求自己，欲求自己，好似造物主上帝掌握一切。其實當你咁樣做嘅時候，我哋離開咗我哋自己原來有嘅位份，因為你本來唔係咁樣，但係我哋想咁樣，因為越界，因為離開自己，但係其實係傷害自己。人嘅生命離開自己，就離開咗構成佢自己嘅三重關係，就係頭先所講嘅，離開生命終極嘅根源上帝，離開生命嘅社群幫手其他人，離開生命嘅物質環境大地，而最終咧就係離開呢三重關係所構成嘅自己。呢種離開咧就係破裂、解體、傷害。呢種離開恰當嘅關係，就造成咩情況？第一，人唔服喺上帝底下，背叛嘅關係。男人宰罪呢個女人，創世記講得好清楚。女人依戀男人，呢個係人同人之間嘅關係。第三，人要汗流滿面先至可以叫大地出產，人同自然界之間嘅鬥爭。所以呢種離開其實係叫自己嘅生命過，從此我哋生活得非常艱難。呢個係自己生命嘅解體，係自己生命嘅傷害。呢種離開係因為人錯誤地將自己擺喺一個唔恰當嘅位置上，將自己作為受造物擺喺創造主嘅位置上，於是有錯誤嘅關係，同上帝有錯誤嘅關係，同其他人有錯誤嘅關係，同大地有錯誤嘅關係。所以第四部分，傷痛係源於挫折。人類喺挫折自己位置嘅情況嘅裏面嘅時候，就會誤用身邊嘅一切，跟住擺位擺錯，以為自己係創造主嘅時候，你咪誤用晒所有。當你遠離絕對嘅美好，就係遠離造物主上帝本身。結果我哋追逐啲人受造物嘅美好，我哋唔係追逐絕對嘅美好上帝，我哋唔係開拓絕對美好上帝，追求受造物有限嘅美好。更加上受造物嘅世界係千差萬別㗎嘛，豐富多姿，於是你無窮追逐落去。喺無窮追逐落去嘅時候，我哋會忘記咧，我哋嘅造物主，唔再透過受造物嗰種嘅記號嚟認識創造主。所有受造物只有一個記號，因為佢係受造嘅，就指向創造主。但係我哋睇唔見，人除咗咧唔用受造物嘅美好，以受造物嘅嗰種美好為絕對。喺呢個情況底下咧，我哋再進一步咧創造出自己嘅文化世界出嚟。AI 文化係我哋創造出嚟嘅 ，AI 係我哋創造出嚟嘅。social media 嘅世界係我哋創造出嚟嘅，網上嘅世界我哋創造出嚟。不過咧，我諗我在座之中咧，我哋大部分人咧係咧數碼世界嘅移民嚟嘅，唔係數碼世界嘅原住民。有冇係97之後出世嘅？好嘛，97出世之後出世嘅咧就係數碼世界原住民。所以佢一出世嘅時候就同啲手機一齊，所以佢識用呢個手機多過我哋識用呢個手機。
所以每一次我哋咧係搞唔掂嘅時候，問個仔問個女，佢就會鬧你嘅，咁蠢㗎，咁都唔識用，因為我哋係移民嚟㗎嘛，我哋咪原住民嚟㗎嘛。網絡嘅文化、AI 文化係另外一個世界，我哋手所創造出嚟。當我哋住喺其中嘅時候，我哋就會依賴呢個世界，去追逐呢個世界嘅美好。我哋再唔係淨係追逐咧受造物嘅嗰個世界，我係追逐緊咧我哋手所創造出嚟嘅文化世界。我係追逐緊我哋手所創造出嚟嘅數碼世界。而家起身嘅時候，要做啲咩？通常身邊就有個手機，跟住撳一撳，有冇 WhatsApp？如果琴晚冇嘅，點講？我咁重要，我哋已經習慣咗啦。我哋住喺呢啲嘅世界，住喺呢個數碼世界，而且沉醉喺當中。你諗下係咪？喺 Facebook、喺 Instagram、喺 View、喺 YouTube， 但係一切受造物本來唔存在，我哋手所做嘅一切嘅文化其實都會有人消逝，有限嘅人所創造出嚟嘅文化都係有限，但係我哋就係不斷追逐，而我哋忘記一切都係好似傳道書所講嘅，有一日會如風消逝。最終嘅問題係在於挫折嘅問題，所以令到我哋出現咗生命唔再係以造物主作為我哋嘅依賴對象，而留念沉溺喺受造物嘅萬有世界入面，以為咁樣我哋就得到安定。其實我哋從來得唔到安定，只有喺上帝裏面，我哋先可以得到安定。所以我本先講得好好，你只有揾到造物主，你嘅心先可以安定或者安息落嚟。不過人就因為將自己錯置喺造物主嘅位置上，唔單止喺受造嘅萬有之中去揾安息，更加好似我哋頭先所講，進一步喺自己所創造嘅文化世界、數碼世界裏面揾安息，但係全部係錯置嘅。有一日呢啲嘢都如風而逝，咁你仲有安息咩？再嚴格啲嚟講，人最終其實係將自己嘅位置同造物主嘅位置調轉咗，呢種嘅錯置係最根本，令到咧係唔單止自己受損，連其他受造物都受損，令佢哋難以承擔佢哋俾我哋偶像化嘅嗰種情況。結果人帶嚟好大嘅傷害。呢啲傷害就係頭先我哋講過嘅。第一，我哋人同人之間落喺糾纏嘅關係，就係丈夫管轄妻子，妻子依戀丈夫。第二，生存非常艱難，因為終身勞苦先能夠從土地裏面揾到食。生命嘅傷痛終究都係源於挫折，所以出路係咩？只有恢復翻原初嘅位置，讓造物主做翻造物主，讓受造物做翻受造物，我哋先可以走出傷痛。呢個係我喺第一部分同大家要分享，因為講得多咗，所以咧冇乜時間俾大家問題。
問題咧，要去到第二部分嘅時候咧，先可以俾大家。我哋係休息嘅時候。你想問乜嘢？咁大家諗住預定一陣間會帶係咩嘢咯？我要問一問佢哋。但係咧就係盡量咧就係喺嗰個嘅一陣間聚會裏面問就好咧，就中間休息佢哋問，因為咧等阿陳少偉有得休息下咁樣。我想影一張大合照，請黎牧師同埋廖牧師可唔可以坐前邊啊？廖牧師坐前邊啦。你都係我哋嘅顧問嚟㗎嘛？唔該，唔該嚇。咁我都睇一問，我哋今年會照買書錢係嘛？係，請大家繼續為我哋書錢代禱，同埋咧就係我哋經費代禱。咁另外咧就係大家如果有睇到我哋後面我攞嗰啲資料嘅時候，會見到一個嘅係我哋基督中心，我哋叫基天道咩啊？嗰個嘅福音中心咁我哋咧有一個逢每個月都有一日咧係喺鑽石山道或者係其他地方，希望18區咧係有一個嘅街頭佈道嘅。咁所以咧，我哋都需要好多經費，或者係一啲嘅奉獻啦、支持咁樣嘅。咁咧就係話，我哋都需要啲禮物。如果你知道有禮物嘅，都可以呢期嚟到我哋嘅同工，然之後你就俾我哋嚟到一個街頭佈道嘅送嘅禮物嚇。咁咧就大家預備咗奉獻啦。我想請律師梁律師係幫我哋係一個奉獻祈禱。各位弟兄姊妹，我哋都低頭為到奉獻祈禱。親愛天父，我哋感謝你，好似剛才鄧博士所講，你係我哋嘅創造主，你係我哋嘅生命嘅源頭。主啊，即係今日讓我哋去繼續去認識你，亦都讓我哋能夠同你建立一個正確嘅關係。當我哋每一次奉獻嘅時候，讓我哋記得你就係我哋生命嘅源頭，亦都係你供應我哋嘅生命，亦都係供應我哋嘅日常所需。我哋繼續為到環球呢個機構嚟去禱告，因為知道佢哋都好用心思同埋好願意係去鼓勵弟兄姊妹更加去認識神你嘅話語，所以佢哋都要需要繼續更多嘅經費，能夠係去營運，同埋繼續邀請到唔同嘅講員去分享主你嘅信息。所以我哋特別繼續去為到機構去祈禱，求主去供應佢哋所需，亦都將我哋一陣間嘅奉獻都擺上，求主你去悅納同埋使用。我哋同心合意祈禱，奉主耶穌基督好嘅名字祈求。咁而家就係延伸奉獻嘅時候咧，咁我都我係呢個書樓副總幹事Jonathan，咁我亦都係環球聖經公會嘅培訓總監。咁咧就環球聖經公會啦，當然有重要嘅就係我手上呢本嘅環球聖經譯本啦。咁就係新嘅，係有咩特點咧？呢本咧係特別有特別嘅因為呢個係心靈關懷聖經，裏邊咧不單止係有200萬字嘅即係新譯嘅中文版本。呢個中文版本咧係好現代化嘅，即係我哋容易睇得明啲嘅，因為我哋查經嘅時候咧好實用嘅。不過呢個手上呢本咧係心靈關懷咧，裏邊更加多咧係有
116個生活難題。咁咧就我哋生活遇到好多難題咧，其實我哋用呢個嚟做靈修啦，嚟到學習咧，都係好兩邊嘅。咁我哋環球天道機構咧，其實有3部分啦，環球聖經公會啦，咁就另外就係天道書樓啦，係一個出版社啦。咁我哋而家喺天道書樓咧，亦都開設咗天道福音中心。咁咧希望一步一步向各區去到推動福音嘅事工。咁另外咧，我哋亦都有呢本書咧，我哋會推介解構抑憂鬱啊，係一本新嘅書嘅。咁喺呢度出嘅咧，就係我哋另外一個姊妹機構天道傳基協會。如果大家有睇明報咧，有談天說道嗰個背後嘅機構啦。咁我哋呢個係一個所謂外展嘅一個機構。咁3個機構咧，由外展去接觸未信嘅朋友，去到福音中心去傳福音，去到繼續一步一個讀經計劃，咁靈修講座，跟住翻譯聖經，咁一系列嘅咧就成為一個整全啦。但係最多當我哋讀咗聖經之後，我哋得着最好嘅部分，我哋又翻去要向其他人傳福音。所以咧，我哋一把即係同一個即係傘之下咧，我哋就係有晒就傳福音去到熟讀聖經，但係最重要都係我哋唔好停咗喺度在天，但係唔識得落地繼續傳福音。咁希望大家為到我哋嘅事工面上禱告啦，亦都可以參與奉獻。多謝大家。咁大家而家喺後邊咧可以睇下啲書咧，我哋專登同今日嘅主題咧係有關啲嘅，咁大家可以睇下，可以參考，咁同埋去購買。多謝大家。咁我哋進入咧係第2部分，咁呢部分咧我哋其實咧就會用咧係傳道書去嘗試咧係講解咧我哋喺一個咁嘅狀態，剛才我哋講嘅嗰種狀態裏面咧點樣改善。咁我會用咧係傳道書幾節嘅經文。傳道書1章2節講到咧，傳道者說虛空嘅虛空，虛空嘅虛空，一切都係虛空。3章1節，萬事都有其特定嘅時間，天下一切事務都有其時。然後咧係9章9節講到，你要與愛妻享受人生，共度一生所有虛空嘅日子，就是上帝所賜給你，在日光之下所有虛空嘅日子，因為那是你在一生中在日光之下勞碌所得的份額。12章13到14節，要敬畏上帝，遵守他的誡命，這是每一個人的本分，因為人做的每一件事，包括所有隱藏的事，不論是惡，上帝都會審判。傳道書咧係我自己好中意嘅一本智慧文學。不過咧係呢本書究竟講啲咩咧？我自己嘅領受咧係佢有3個重點，係需要我哋咧係沉思默想。呢3個重點咧，分別就係咧係萬有都係虛空，唔能夠永久。第2個咧就係咧係珍惜有限嘅美好，同所愛嘅配偶咧享用努力嘅成果。而第3點咧就係敬畏上帝，冇另外一個上帝，只有一個上帝，我哋敬畏上帝。我自己咧係喺呢1年嘅裏面咧，同學生開科講咧好多師兄，咁所以咧係從好師兄角度咧，我嘗試了解咧傳道書究竟講啲咩。咁當然咧咁樣嘅解讀咧，其實係一個比較古斯丁式嘅一種嘅解讀。但係咧係我自己覺得咧，佢係一個好好嘅一種嘅理解。虛空係啲咩咧？頭先我都講過咧，係1994年9月我喺英國翻到香港，到而家咧我喺神學院教咗32年嘅神學。
其實32年有啲時候你會唔會覺得工作咗咁耐，或者事務咗咁耐，都好似有啲時候咧，不如好似傳道書開頭所講嘅，其實好多嘢都過緊啦，虛空嘅虛空。你訓練出嚟嘅牧者傳道，離開咗神學院，去到佢自己嘅工作，但係流失嘅都唔少，有啲已經唔喺個工作上，甚至有啲咧可能咧係放棄自己嘅信仰。抑或咧係我哋仲有另外一個睇法，就係、好似《列傳道書》所講嘅，其實凡事都有定期，所有事物都有期限，就好似你買一個罐頭，你唔好過期食，你過期食好蟹㗎，呢係定期。天下每一件事都有佢定時，就好似我所講，聚有時，散有時。呢啲聚會有開始有終結，佢呢個標完咗之後，大家就分散翻到自己屋企度。其實喺人生裏面咧，係充滿呢種嘅情況。對好多人嚟講咧，呢種嘅聚有時、散有時，係一種存在嘅經歷，係一種生命嘅你係感覺得到、觸動得到嘅一種情況。但係亦都容易引起一種咧，其實你乜嘢都留唔住嘅一種係唏噓嘅感受。你有咩可以留得住？當然呢個係可以好確實嘅。不過好多時候咧，我哋好容易落喺咧一種咧個人純粹嘅主觀嘅感受。但係我哋要知道，我哋有嘅咁嘅主觀嘅感受，覺得一切都留唔住嘅感受，其實正正係對應緊客觀嘅事實就係咁。就好似呢個聚會有開始有終結，客觀上面已經係咁決定咗，係咪？有呢個客觀嘅決定，咁佢咪有開始有終結。然後我哋去經歷佢嘅時候，我哋覺得美好嘅時候，我哋覺得好唔捨得嘅時候，你先會有一份嘅唏噓感受。咁所以呢個客觀嘅境況係我哋要掌握嘅，就係呢個 reality 究竟係咩東西？呢個就係《傳道書》開頭所講嘅虛空嘅虛空，虛空嘅虛空，全都係虛空。當然咧，係好多時候咧，好多人話俾我哋聽呢句説話咧，係一個好消極、好悲觀嘅講法，因為一切都係轉變緊，佢出現又消逝，就好似咧係我哋有冇種植物嘅盆栽做得唔好。佢嘅生命好快就完結，但係都唔表示你做得好咧，佢會永遠存在落去喎。只不過佢嘅生命咧比較長啲，都有可能咧去到某個年紀嘅時候，佢都會終結咗佢嘅生命。喺呢度咧，傳道者睇見嘅就係日光之下不斷出現消逝嘅一種嘅景象，就好似人一樣，做父母嘅有小朋友。佢好開心嘅，小朋友出世嘅時候，係會長大，變成少年、青年、結婚，有小朋友進入初老，跟住佢嘅生命向下運。你諗下，有一日佢會消失，所有事物都會係一個咁嘅情況。於是我哋就會問人嘅努力有咩意思？因為一切都會消失。傳道者喺度甚至質疑日光之下會有咩新嘅事？一切嘅新事都係舊事重來。你話 smartphone 好新，冇錯 ，smartphone 呢樣嘢的確好新。80年代冇 smartphone 嘅，80年代有咩咧？水壺電話，大哥大咁係咪？但係嚴格嚟講 ，smartphone 又唔叫得新喎，因為佢由唔同嘅組件組成，冇唔同嘅組件咧 ，smartphone 係唔會出現嘅。你諗係咪？甚至咧係冇如果我哋今日冇光纖高分
老師嗰個光纖嘅發明咧，你根本唔使玩，因為嗰個好重要嘅傳送呢個咧信息嘅一個發明嚟。冇呢樣嘢，我哋都用唔到 smart。咁所以咧係好多嘢咧，你以為好新嘅，其實唔係好新，仍有舊，一切都不過係舊市場。不過用新嘅面貌出現。喺本質上面咧 ，smartphone 都逃唔過咧有一日消逝嘅中國，佢唔會永遠長存。呢個就係日光之下嘅意思。日光之下就不過係受造嘅歷史，而喺受造歷史裏面，一切事物都無可避免，佢裏面咧含有咧朽壞消逝嘅種子喺裏面，終必過。我哋可以點樣了解呢啲情況呢？奧斯汀就指出，一切受造之物都不過係有限，有限就係指時間同空間有限。我頭先成日講有開始就有終結，但係往往忘記嘅有開始，我哋唔想有終結。但係呢個有開始有終結嘅受造物嘅本質，佢有限，除非上帝一直介入喺呢個受造物嘅裏面，維持佢嘅存在，否則佢會終結。所以傳道書先係講，凡事都有定期，佢有一個限定嘅期限。expire date 有一個日佢會完結，天下每一事務都有定時，過咗就唔翻嚟。不過咧，傳道者咧喺度咧使用咗咧虛空嘅虛空嚟講事物嘅期限。佢喺度咧針對緊咧嗰啲咧係認為咧萬有都係永恆不朽嘅睇法，唔係。所有事物都唔係永恆不朽。不過咧喺傳道者生活嘅世界，即係古代近東嘅神話世界裏面咧，的確係咁樣睇。後來嘅希臘哲學都係咁樣睇，認為世界係永恆。但係喺傳道者嚟講，唔係，整個受造世界係有限，佢會朽壞，佢會消逝。所以傳道者喺度表示，我見過日光之下所發生嘅一切事，不料全是虛空，都是暴風。你捉唔捉到風？你捉唔到風。佢就用呢個風嚟講事物有種特性。事物嘅消逝，你想捉住佢，佢就用風而逝。咁係咪咧係要否定事物一樣一定？不過喺呢度就要講，事物都係虛空嘅，所以人如果以為可以留得住，結果就係暴風。當美好嘅事物如風都係如風削過啊！呢、這個引用94年一個填詞人梁振強嘅一句説話。你識唔識梁振強？哇，好叻喎！暴露咗你嘅年紀喎，咁你識唔識梁燕妮啊？你知唔知兩者有乜關係？一個姐姐嘛，一個細佬嘛，係咪？梁振強係鬼才嚟，好犀利嘅呢個，洋葱頭啊嘛，睇佢漫畫，哇！竟然進入一個唔知咩年代嘅世界。一切都係如風削過，捕捉唔到。其實呢個就會引致我哋期望落空嘛。咁於是我哋相信啦，我哋落去咯。有冇睇過咧？爸爸呢套戲，劉青雲，佢用咗咧係這是愛嘅歌詞，這是愛嘅歌。呢首歌係喺另外一套許鞍華嘅電影裏面出現過，知唔知？嗰啲人講啦。佢裏面有一句歌詞，非世事常變幻，轉眼一分。你以為美好嘅，其實轉眼就唔係，其實就係暴風。就係因為我哋想留住呢個美好嘅，
有流亡處，所以我哋要悲哀，我哋流淚，我哋傷痛。喺呢度亦都係咧，係俾我哋諗起咧佛教裏面講空。好多人都唔知佛教講空係咩事，以為空係冇嘢，唔係，空唔係乜都冇，空係講乜嘢？無常，即係冇嘢係永遠存在，冇嘢係永遠留喺我哋身邊而唔會消失，冇永存嘅嘢。其實呢個係好日常嘅一種嘅狀況。事實上呢種嘅講法就好似傳道書喺度強調嘅，冇嘢係永久存在，冇嘢係永久存在，永久唔會失去。呢個係傳道書對整個萬有世界嘅安定。呢個萬有嘅世界係一個受造嘅世界，受造就係有限，就係會消失。咁我哋點樣面對呢個如風消逝嘅世界？要唔要影相？頭先冇撳到嘛？你又知唔知道嗰隻小愛係邊個填詞嘅？都係姓林嘅喎，林敏聰。佢姐姐你又知唔知佢係邊個？林敏儀。佢話姐姐係作曲嘅，林敏聰係填詞嘅。呢兩個都好不得了嘅，即係兩個姓林。其實我講緊4個姓林。話姓林，你中間有冇姓林㗎？即係我哋世界就係充滿一啲你意想不到嘅人才喺度，但係佢哋都林敏聰仲喺度，林敏儀都喺度，就係林燕妮已經過咗啦，林振強都過咗，佢哋仲有一個妹喎，林雁翎。你有冇聽過笛子姑娘？你知道林振強就係寫呢首歌俾佢紀念佢早逝嘅。不過佢一家4口已經離開咗呢個世界，如風而逝，都係天才式人物。不過佢唔會永遠存在。我哋身邊美好嘅事物就係咁。我哋點樣面對呢個如風而逝嘅世界？係咪一切都唔可以留戀？係咪要徹底離開呢個世界咧？係咪要咧係講咧就話，這世界非我家？面對創造主美好嘅受造物，我哋應該以咩態度去對待佢？創世記第1章話俾我聽，呢啲受造物創造主都看為好，每日嘅創造，上帝都看為好。咁我哋都按照創造主。佢嘅形象係被創造嘅男同埋女，其實都要好似我哋創造主一樣，去肯定呢個受造世界嘅美好，而喺呢個基礎上面同佢打交道。所以傳道者喺度唔會因為受造物嘅有限而否定佢哋嘅美好。創世記第3章19節講到人墮落之後要汗流滿面先係得糊口。但係傳道者跟住就表示要享受勞碌得來嘅成果，享受勞碌得來嘅成果。佢話因為我哋應得就係我哋應得個份，佢冇否定我哋呢樣嘢。雖然人要勞苦工作，地仍為我哋出產食物，呢個出產係我哋人腦嘅耕種嘅成果。雖然汗流滿面，但係唔係一切歸零，以至到我哋可以享用呢類嘅成果，呢種享用都係應份。但係我哋知道受造嘅美好係有限，你唔知道受造嘅美好，嗰種嘅有限特性你要出事。
墮落世界美好更加有限，居然墮落搞落更加腐敗。不過雖然美好係有限嘅，但係並唔妨礙我哋去享用。因為墮落世界之中嘅美好仍然係創造主為我哋流傳落。呢個係上帝富有嘅工作。上帝冇因為我哋墮落嘅緣故而冇留低一啲美好嘅嘢。雖然呢啲美好都係有限，但係佢仍然，上帝仍然留低咗。呢個就係上帝富有嘅恩典，讓我哋唔至於落入全然嘅黑暗，更加係可以讓我哋喺墮落世界裏面仍然有嘅美好之中去生活。上主富有嘅恩典，更加喺佢對傳道者嘅吩咐裏面係進一步顯示出嚟。嗰點進一步吩咐咩？並且要與所愛嘅妻子或者丈夫一起享用。墮落之後，人同人，我哋剛才講過，出現咗扭曲，係咪？女人必戀慕丈夫，丈夫必管轄女人。其實呢個係男同女之間嘅關係扭曲。其實呢個唔一定只係講丈夫同埋妻子，一切男女嘅關係都有呢種嘅情況出現。群體雖然因為墮落而出現扭曲嘅關係，但係卻冇完全嘅或者徹底嘅失去咗愛。傳道者喺度吩咐我哋要同我哋所愛嘅另外一半一齊去享用勞碌得嚟嘅成果。呢個正正係傳道者自己所講嘅，二人總比一人好。呢個方面即係喺一方面嚟講，一個人係唔能夠單獨存活。喺另一方面嚟講人喺同其他人一齊生活嘅時候佢都唔可以失去自己。喺女人必戀慕丈夫，丈夫必管轄女人嘅狀況底下，其實人係失去咗佢自己，佢冇咗自己嘅獨特身份。墮落之後就出現呢個情況，人之間就出現咗一個失衡嘅狀態，就係剛才所講嘅戀慕嘅關係或者管轄嘅關係。呢兩者都唔係讓人活出佢自己，冇咩男活出男嘅本性，或者活出女嘅本性。不過喺呢度雖然係咁樣，我哋進入咗一種戀慕或者管轄嘅關係，但係我哋仍然要喺呢種關係嘅愛裏面去同我哋嘅妻子、我哋嘅丈夫一齊享用勞碌得嚟嘅成果。呢個傳道者嘅吩咐。悲哀嘅就係人類墮落嗰個情況，往往係誤用受造物。奧斯丁就將使用或者享用use同享受係分別開嚟。佢認為兩者唔可以混淆，因為兩者講緊唔同嘅對象。享受嘅對象係上帝創造主，因為佢係絕對嘅。你可以 enjoy 嘅，但係所有受造物其實你只能係享用，即係話你唔可以將受造物當做創造主去同佢建立關係。只有創造主先可以叫我哋安度物，但係受造物係唔可以叫我哋安度物，因為點解？佢美好係有限，佢美好有一日會消失。如果我將整個生命擺咗喺受造物嘅美好上面，當佢有一日消失，你會點？你成個人嘅生命就崩潰，你再冇任何依賴，於是你會傷害。只有絕對美好嘅上帝，先係我哋 enjoy 嘅對象。
用佢。所以以為日夕相對、觸手可及嘅美好，會長伴我身，如果享用佢嘅，將佢絕對化，以為佢係絕對美好嘅本身，以為咧佢可以咧將自己嘅身心都安頓落嚟，其實一切都不過係美麗嘅。一切受造之物都係有限，一切受造嘅美好都有定期，而最終咧一定會消失。如果我哋對呢一點咧冇一種真切嘅體會咧，就會出現咧凡事渴望永久嘅，何故不能長伴我嘅一種嘅追問。就好似我哋問上帝點樣要讓我最愛嘅人安樂。我哋身邊唔係有啲弟兄有啲姊妹係會問呢個問題，當佢身邊最愛嘅嗰個離開咗，點解？其實呢個同上帝無關嘅，而係呢個同事物本性有關。受造之物本來如此，只不過我哋錯置咗佢。敬畏，可見、可聽、可嗅、可嘗、可觸，其實都係受造物嘅特性。受造物，你都透過咧，佢可以被睇見，可以被聽到，可以被聞到，或者係被我哋嘅味覺去試到味，甚至係俾我哋咧嘅身體去觸碰而傳遞到嗰種味道。點解啲嘢好食啊？你覺得呢啲係美食啊？因為好食咯。點解啲音樂咁美好啊？因為好聽啊，悅耳。我哋透過呢個五官去接觸事物而感覺佢嘅美好，甚至唔單止感覺佢嘅美好，甚至我哋依附佢、依戀佢。點解？因為我哋都係受造之物。受造之物就係渴求，可以感覺，可以感受，可以掌握。呢個亦都係神學家講啦。點解上帝要道成肉身？就可以俾我哋睇見，俾我哋可以觸摸。點解主餐或者聖餐要有嗰塊餅啊，要有嗰個杯啊 ，visible 啊，可見。上帝係可見之道，如果唔係上帝就虛無縹緲。但係正因為咁嘅緣故，我哋好容易就因為整個人嘅心思落喺受造世界，追求地上面嘅福樂。當然追求地上面嘅福樂係啱嘅，係好嘅。不過，當我哋以為喺地上面嘅福樂就可以咧係幫助我哋嘅生命咧係咧滿足一切，以至到咧係我哋咧完全沉浸喺一個咧有形有色有聲有味嘅受造世界。於是，我哋嘅生理、我哋嘅心理等等，全部喺一個咁嘅有限世界裏面咧，浸沉其中不能自拔。呢個就係我哋對有限世界受造美好嘅嗰種咧係關係，就係我哋完全浸沉喺一個咁嘅美好嘅裏面。享受其中嘅福樂，或者有啲人講浸沉式經驗，其實一樣。中國哲學有一個講法叫含溺，爭在未溺為，即係你不能自拔，抽身唔到，
咁呢個叫做陷阱。上帝喺呢度都冇辦法成為你追逐嘅對象，因為你陷溺咗咧係受造物嘅裏面，你俾佢控制。咁嘅時候，其實咧，我哋就作為受造物，我哋忘記咗自己受造嘅身份，亦都忘記咗咧創造主。結果我哋只係活喺咧受造嘅世界，而唔係咧係意識到咧佢係一個受造世界。我哋係活喺呢個世界，不過唔意識佢係一個受造世界，更加唔意識佢係上帝創造，係創造主所創造出嚟。如果我哋意識佢係一個創造主所創造出嚟嘅世界，我哋就會保持一定嘅距離。我哋唔會以為咧係佢咧係一個咧唔會傷害我哋嘅世界。其實真正嚟講唔係佢傷害我哋，係我浸沉喺其中嘅時候，我哋錯字喺錯字裏面，我傷害緊嘅事，即係我哋搞錯咗。喺搞錯嘅裏面，其實就係忘記咗真正讓我哋可以安定我哋生命嘅創造主，而唔係受造。咁呢種嘅情況就係對創造主嘅嚟，亦都對受造物嘅嚟。我哋唔記得呢個世界係受造物，我哋亦都唔記得咧呢個受造物世界係有創造主喺度。我哋更加唔記得只有創造主先可以真正安樂我哋嘅生命，而以為呢個受造世界，或者甚至我哋唔知佢，唔覺得佢係受造世界，我哋可以安定喺度。於是，我哋咪俾我哋眼前所見嘅、所聽到嘅、聞到嘅、嘗到嘅、接觸到嘅世界，嗰種美好咧，完全咧拋落上，最終就係忘記創造主嘅美好，以為世界美好就可以滿足我哋嘅需求。咁樣嘅時候，我哋只有喺日光之下嘅生活，冇日光之上嘅生活。即係話，我哋只係有世界嘅生活，但係冇創造主同創造主一齊嘅生活。我哋只係追尋日光之下嘅美好，而冇追尋日光之上嘅美好，即係冇追尋咧創造主嘅美好。但我哋永遠都要知道喺日光之下美好咧，的確係美好嘅，不過佢係有限，唔因為佢係有限而否定係美好，但係亦都唔可以因為佢係美好，所以忘記佢係有限。呢個係我哋好難掌握，但係又係實情嘅一種情況。世界嘅有限嘅美好，其實係講到佢咧喺豐盛上面咧係唔似得咧係無限嘅美好同豐盛，無限美好嘅豐盛係無限，但係有限美好嘅豐盛係有限，兩者不能相比，更加係會涉及有限美好係有定義，佢唔係持續永久。更加殘忍嘅就係受到世界嘅美好會消失，有啲時候咧就會出現一斷崖式嘅消逝，突然間冇咗。你會遇到呢啲情況？過去幾年嘅時候，突然間你最好嘅朋友走咗啦，唔一定係肉身走咗喎，離開咗香港，去到另外一個世界生活，另外一個地方生活。唔一定係嗰個意思嘅，係咪？離開咗然後先俾個 WhatsApp 你，我走咗啦，你收過啲 WhatsApp？我收過，咁你就非常愕然咁搞錯。你咁好朋友，你走咗先同我講，呢啲唔係斷崖
式嘅分明。你連最後一句説話都冇講喎，除非你話WhatsApp都係講説話啦。嗱，我最後一次同你食飯嘅機會都冇，係咪？斷崖式嘅消逝，除咗斷崖式嘅消逝，好多時亦都會落喺持續嘅衰敗呢個更加層。有冇聽過啲説話？就係呢個咧係寫定嘅。中國人啊講到咧係父母病咗長期病患者嘅時候咧，床前久病係無孝子，佢係長期咁樣消逝緊佢嘅生命，佢咪一下子冇咗，你點嚟？好殘忍嘅喎，久病床前無孝子喎。所以咧，照顧者咧係好辛苦嘅。咁喺呢幾年裏面咧，社會咧係開始睇到呢個問題，教會都睇到呢個問題。照顧者都要需要認識，佢更加係難以承受眼前所愛嘅人，佢嘅美好一點一滴咁嘅消逝。我哋中國人講啊，紅顏老去，英雄遲暮，男嘅又咁，女嘅又咁。當日光之下，一代過去，一代美好嘅事情嚟咗啦，但美好嘅事情就過啦，就叫人哀嘆。哀嘆咩啊？虛空嘅虛空，虛空嘅虛空，全部虛空。我哋唯一出路係咩啊？轉向日光之上，重新確認佢係創造主，佢係受造物。然後我哋先會明白傳道者點解係最後教導要敬畏上帝，遵守佢嘅誡命。其實佢呢個係同智慧文學裏面嘅箴言9章第10節所講嘅一樣，因為喺嗰度就講到敬畏耶和華係智慧嘅開端，認識至聖者就是聰明。不過傳道者更加表示多一句，這是每一個人嘅本分，每一個人都應該。因為離開咗對上帝嘅敬畏，我哋就唔會再能夠係懂得點樣分辨佢嘅創造主，分辨我哋只不過係受造物，我哋冇咗呢種智慧，因為你冇敬畏之心。敬畏係咩啊？唔好將自己放大，唔好將自己當做創造主。敬畏嘅相反係咪？謙卑。謙卑承認自己只不過係受造之物，而尊重上帝係創造主。呢、個就係敬畏。以上帝為上帝，以耶和華為耶和華，除佢以外，別無敬拜嘅對象。呢個我哋都知係最大嘅誡命，因為十誡裏面第一誡。所以喺敬畏裏面認識，只有佢先係日光之上嘅上帝，我哋先會知道咧，世界都係喺日光之下。認識日光之上嘅上帝係創造主，我哋先會知道世界只係日光之下嘅受造物。呢個係將我哋確定落嚟，我哋嘅身份係點？我哋嘅美好只係相對嘅美好，受造物嘅美好只係相對嘅美好，只有上帝創造主，佢嘅美好先係主。所以一旦沉溺喺世界嘅有限美好，佢咧係老子所講嘅五色五音五味呢種豐富嘅色彩嘅世界咧，所蒙蔽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就會失去對上帝嘅敬畏。
出害咗咧係辨別創造主同受造物嘅經緯。叫做我哋就最終咧係俾上帝審問，呢個係傳道書最終嘅。所以咧係傳道者會講到，同所愛嘅妻子同或者丈夫一齊享用咧勞碌得嚟嘅成果咧，你先係智慧，你先係聰明。好啦，最後結論，有冇聽過變幻原是永恆？今日講好多舊歌嘅歌，大家知道點解黃霑為羅文所唱嘅《家變》呢首歌所做嘅過程？當年一出嘅時候，呢句説話俾好多咧係基督教嘅人士咧係攻擊或者責罵，但佢講緊一個實情，其實佢講得啱。佢講嘅正係日光之下嘅無常，不過佢講唔到日光之上，佢講緊日光之下，受造嘅世界本來就係無常。不過傳道者喺度會因之而否定呢個世界，冇錯，世界係無常，唔係永恆。傳道者反而提出，正因為無常唔係永恆，你就要掌握時間，與所愛嘅妻子或者丈夫一齊享用勞碌得嚟嘅成果。你唔好錯嘅時間，你唔好錯嘅機會。主耶穌講過説話，唔好為明天而憂慮。意思係咩？你今天嘅美好就享受今天嘅美好。點解為明天而憂慮？今天為明天而憂慮嘅時候，你就遮蔽咗眼前嘅美好嘅事情，你睇唔見今日嘅藍天白雲，你心裏面只有明天嘅暴風。咁你對唔對得住上帝所創造嘅藍天白雲？喺度傳道者其實認定緊世界係受造嘅。亦都認定咗受造世界嘅美好，不過呢個美好係有限，所以受造嘅有限美好，嗰種美好唔係要享受，而受造嘅有限美好嗰種有限咧，佢係叫我哋享受佢所指向嘅就係日光之上嘅創造主，佢自己種無限嘅美好。你唔好將有限美好絕對化。你喺有限美好嘅裏面睇見，其實仲有無限可能性。詩篇18篇第2節講到咩？耶和華係一個點嘅名？耶和華係我嘅岩石，我藏身處，我嘅救主，我嘅上帝，我投靠嘅石山，我嘅盾牌，我帶我救主，我避難嘅高處。其實呢個詩篇或者好多詩人咁樣講嘅時候，正正係講緊上帝自身嘅完美 perfect。上帝原本先至係我哋要依靠嘅對象。受造世界唔會完美，唔會好似上帝咁完美，或者唔會好似創造主咁完美。受造世界原本有期限，只有去到新天新地嘅時候，上帝嘅大能先會將呢個受造世界嘅原本咧持續地保存。但係未去到新天新地，所有受造世界、所有事物，即使佢幾咁完美都好，佢都會如風如神。其實我喺呢個學期咧係喺神學院教書裏面嘅最後一個學期。最後一個學期嘅神學院老師會講啲乜嘢？其實我都係會咁樣講，世事虛空無常。不過咧，
你唔一定消極，佢係要享用或者使用成果。每個人工作都會有成果。我喺神學裏面教書超過30年，雖然成果唔一定好多，但係你總會有成果。好似喺世上工作一樣，你都會有成果。如果你係牧師傳道，你都會有成果。不過唔好將佢放大，但係總係會有。你要享用呢啲成果，就好似農夫耕種一樣。你唔一定會出產好多，但係總係會出產。有啲時候豐收，有啲時候冇咁豐收。但係傳道書最後會教導我哋咩？敬畏上主，呢個係傳道者嘅教導。本來以為咧好多時間剩翻俾你哋唔知嘅嘢，結果都係唔係都係冇嘅。如果大家唔介意問兩題都得嘅，好似係問一題。有冇人要分享啊？爭取時間喎。講下感受都得㗎。創傷後遺症，創傷後遺症，即係頭先聽佢創傷後遺症係另外一樣嘢嚟，我只係講創傷。創傷後遺症係 PTSD 嚟。一個人有創傷唔等於有創傷後遺症。如果有創傷後遺症咧，嗰個好大件事。嗰個係要睇，真係要睇醫生，專科嘅醫生。咁但係咧係創傷咧，其實咧係唔少人會落嚟嗰個情況。冇創傷後遺症唔等於冇創傷。OK， 佢係一個 spectrum。而你點知道自己有冇創傷或者創傷後遺症咧？你上網 download，你打 PTSD 咧有個表格落嚟，嗰度好多嘢嚟㗎。咁你就可以測到自己有冇呢種狀態。嗱，最簡單就係你有冇發夢，有冇閃，即係話突然間咧，你會覺得咧係自己咧係出現喺以前咧，你覺得受傷害嘅場景。軍人好容易出現呢個情況，打完仗翻自己嘅國家。其實美國好多電影講呢樣嘢，佢突然間會發覺自己喺原來嘅戰場裏面。其實唔係，佢已經翻咗佢自己嘅國家。呢個我哋叫閃迴或一回事。咁呢啲係好嚴重嘅一種情況。咁你要揾即係你可以上網自己 download 呢個表格嚟 check。咁但係創傷咧係要，其實我都係要繼續講強調咧，創傷唔係一種傷害咁簡單。同我哋一般所講嘅傷痛係唔一樣。傷痛咧係會復原嘅，但係創傷咧唔會復原。你要鍛鍊嘅係乜嘢咧？係你生命嘅柔韌性 resilience。即係話咧，當有一啲打擊嘅事件再一次出現嘅時候，你可以承受得到，你唔會俾佢打垮。其實呢個情況咧就好似咧係一條橡筋一樣，你有冇嗰個彈性喺嗰度？你嘅生命有冇彈性？冇彈性嘅時候咧，承受唔到咧嗰個咧係你估計唔到嘅壓力嚟到你面前，咁於是咧會受到傷害。多數會出現喺譬如汽車意外咧，好多時汽車意外會令人出現創傷，即係嗰個意外得太嚴重。其實都唔係個事件嚴重，而係話咧係你自己生命係冇辦法承受嗰個突然其來嘅衝擊。有啲人係得㗎，但係有啲人唔得㗎。即係同一個事件，有啲人承受到，有啲人承受唔到。咁呢種情況就解釋咗點解咧係佢唔係純粹嘅事件本身，
而係人生命嘅本身。所以遇到創傷或者創傷後遺症，要鍛鍊嘅、要做嘅唔係復原，而係咧你嘅生命嘅韌性同唔同。因為咧，我哋冇辦法就係咧嚟緊日子，你唔會再一次遇上一啲你嘅生命受損嘅事情。